亿万级的国宝啊啦。多100万这样，你啊看，我头拄还100万呢嘛，这亿万级的，这亿的啊，这是特别咱迄个林管处这边甲保护起来一个区域。咱台湾的树木吼，木材啊，树木吼，一烧嘛，2刀，3ฮิ罗克，啊，小三小嘿，这就是萧兰。小兰，萧兰，你来叶看嘛，这三个倒一个是萧兰，萧兰，你来看嘛，你来摕看嘛，你才知影。你只要摕这块吼，就是咱的萧兰，伊的质地较硬，都是这，对，就是这。这块就是萧兰，嘿，边啊这块吼，就是咱的红块，这块白，这块就台湾扁柏，台湾扁柏啦。这三支茶拢是咱台湾的特有种。你若来到本基湖的所在，就是会看到这簇树啊，足悬的，拄好伫本基湖的正中央。所以你不管对一个方向行，拢会当来到这个树啊骹，享受伊的迄个亿万级的这个分多精啊。